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周二呼吁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巴切雷特访问并调查外界指控维吾尔穆斯林和西藏人受虐的事件。博雷尔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时说：“我们再次敦促中国允许高级专员巴切雷特在内的独立调查员有意义地进入东突厥散。在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下，独立、公正和透明的评估至关重要。”22日，加拿大议会无异议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称北京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已构成了种族灭绝。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将在周二向鲍里斯·约翰逊发出新的呼吁，因为约翰逊政府面临着突出强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计划的新一战。活动人士一直在寻求利用贸易法案的修正案，以使约翰逊政府对于英国高等法院裁定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国家的贸易协定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巴内特和沃尔夫表示，他们深切关注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英国做得不够。两人说，贸易不值一个人的代价，当别人保持沉默时，我们根本不能袖手旁观。他们敦促约翰逊在上议院投票之前与他们见面，讨论我们迫切需要看到的变化，并补充说，我们希望您会接受我们的邀请，以确保我们将永远不会纪念维吾尔人灭绝。根据伊拉克新闻社2月13日报道，有数十个伊斯兰学者组织呼吁为在中国监狱中关押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妇女提供紧急援助。由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数十名穆斯林神职人员和伊斯兰学者组成的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在东突厥散对穆斯林妇女的任意逮捕和强迫绝育，以及在集中营强奸。声明中说，西方媒体证实中国在营地中折磨和强奸了维吾尔族妇女，所有穆斯林，特别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应采取紧急措施，使维吾尔族穆斯林免于遭受中国破坏的痛苦。一群维吾尔人在中国驻土耳其外交使馆前开始的家人在哪里示威游行，在世界范围内继续进行。东突厥散哈萨克人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中国领事馆前的抗议示威已进入第2周，他们试图让世界听到东突厥散被压迫人民的声音。2月20日，澳大利亚维吾尔人阿德莱德举行示威，以抗议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一些澳大利亚议员参加了由澳大利亚东突厥散协会和民主倡导组织联合组织的抗议活动。在美国维吾尔学会的组织下，来自美国各地的维吾尔人于2月20日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举行了家人在哪里示威。另外，居住在挪威的维吾尔人走上中国驻欧斯陆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示威。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出生率降至历史新低，比上一年减少了约26000人，减少近 2.9%。根据报告，2020年出生872683人，而2019年的出生率水平达898600人。根据日本厚生省的报告，2020年登记537583起婚姻，比2019年减少 12.7%。根据共同社的数据，全国出生率在2019年首次降至90万以下。